郭榮鏗議員，主席，我雖然係一個新嘅議員，但係我都知道咧程序、規矩、原則係幾咁重要。但係我做咗議員唔夠1個月啦，我真係見識到有啲同事佢哋為咗做某啲事係完全可以唔顧規則，完全唔顧程序規矩。頭先陳鑑林議員話：喂，點解而家唔問局長啫？不如而家問晒啲問題佢啦，咁咪搞掂咯。咁但係議事規則裏邊，我哋去成立呢啲事務委員會，尤其是係議事規則第77條第3節，事務委員會嘅職責唔係正就係就住有關嘅政策事項去研究、監察、跟住彙報咩？呢個就係我哋嘅程序啊嘛。咁而家福利事務委員會話未討論完，佢哋要繼續研究、去監察、去聽市民意見，呢個就係事務委員會點解成立嘅原因啊嘛，呢個就係議事規則裏邊所定下落嚟嘅機制嘅原則嘅程序啊嘛。嗱，我係個新嘅議員，但我就咁睇，以我粗略膚淺就咁睇議事規則，喂，好清楚㗎喎嗰個規則。咁點解我哋而家又話我可以唔理啦，不如問晒佢算數啦？咁我真係唔明，我真係唔明。咁我哋不如抌咗佢啦，好嘛？呢本嘢。郭議員，你講完啦係咪？多謝主席。